全紅嬋要嚟廣州做我師妹啦，係真㗎。嗱，今日暨南大學發咗通知啊，計劃錄取全紅嬋就讀運動訓練專業，今年9月份就入學啦。有人就會問，全紅嬋幫國家攞咗咁多金牌，完全可以揀北大清華啦，點解唔去啊？點解要留喺廣州啊？嗱，話你知，全紅嬋咧佢係地道嘅廣東湛江女仔，咁湛江女仔好顧家㗎嘛。佢喺廣州讀書嘅話咧，坐個半鐘高鐵就可以翻去湛江鄉下啦。因為今年咧廣湛高鐵就要開通啦。今日全紅嬋好為食㗎，次次見佢採訪咧都會食住啲嘢嘅。咁啊，湛江人最中意食2種美食，就係湛江雞同埋炒粉。嗱，呢2樣嘢咧離開咗廣東咧，其他地方做嘅都唔正宗㗎。加埋全紅嬋咧，佢係湛江人嚟㗎嘛，咁佢係本身係講雷州話嘅，仲識講少少粵語。嗱，呢2種語言咧出咗廣東咧，冇人同你講㗎啦。又有人問啦，嗱，廣州仲有得揀中山大學，點解揀暨大呢？你又唔知啦。其實跳水運動員嚟暨大讀書咧，係讀開有條路，係個傳統嚟㗎。你睇佢2位師兄，16年嘅奧運冠軍陳艾森，廣州人喺暨大讀書；24年嘅奧運冠軍謝思埸，汕頭人，又喺暨大讀書。有師兄保護師妹，讀書都安心啲啦。嗱，最後運動員嘅巔峰期好短㗎，退咗役之後做乜嘢呢？你睇下暨大有一個樣板叫做蘇炳添啊，亞洲飛人喺暨大讀書，畢咗業之後，而家喺暨大做教授啦。呢條路全紅嬋都可以照板煮碗行嘅。你支唔支持全紅嬋喺暨大讀書呢？